我也要。等一下。老板，以后私底下就我开车，公务的时候你来开车。行，程助理。那程助理，我们要去干嘛呢？做饭。那我们就去买食材。你温柔可爱的撒娇，你怕我受不了，其实我早已无可救药。我们的频道推荐刚刚好，别人无法干扰。不肥皂，不俗套，没预兆又很重要。简单一个拥抱，气氛都不需要营造。我们的喜好匹配刚刚好，别人莫名其妙，不单调，不枯燥，没想到再更奇妙。日落般飞鸟，我会陪你慢慢变老。哇，你确定你不是新东方烹饪学校毕业的吗？聪明的人呢，学什么都快；笨的人，生活能力几乎为零。你又来。那我问你，你会做什么菜啊？我会做白米粥、小米粥、西红柿炒鸡蛋，西红柿鸡蛋汤，还有蛋炒饭，5个。你要感谢你前夫的抛弃之恩，才能捡到我这样的宝。是，那当然了。不过你要是不这么臭屁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哦。哎呀！哼！啊？嘘。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令寻是我女朋友，送什么化妆品？说我没钱买吗？我开的就是化妆品公司啊。这是我送寻寻的樱树礼盒，这是工作好吗？再说了，你们俩不是分手了吗？我们俩吵过架就想趁虚而入，还朋友呢。你信不信我把你开了？你要这样的话，我就跟你妈说你公私不分。你得了吧，我妈早就把你划给我了，她比我还开心我把你开了。这个还不如送我呢。切，拿走拿走。不错不错，我喜欢。谢啦。樱树用完之后，记得给我写个体验报告啊。怎么样？吸收特别好。赶紧写下来，别光说。哎，对了，还没有我的来信吗？这都2月了。哎，找找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写信啊？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邮件吗？哎呀，你不懂，跟你说了也没用。文字跟纸张的心意，你这种人是不会明白的。请说啊。你这脑子天天都在想什么呢？一天就是情情爱爱的。不能装点别的呀！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，有的感情比爱情更美好。知道啦，你的加利福尼亚来信干嘛藏起来啊？那不是为了看你失而复得的幸福感吗？谁写的？我的第一个粉丝，他现在在国外读书，
女孩吗？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反正比你漂亮。你下次别抹那么多粉啊，整得跟土墙上的蜜子似的。这前一秒还都市偶像剧，后一秒就土味男孩了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跟我的粉丝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共度只属于我们2人的时间了。拜拜。这回真和好了，不吵也不闹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就跟岳母见未来女婿似的。程丽，反正呢，只要你对寻寻好，我是没什么话说的。你们俩呢，就好好享受在一起幸福的感觉，啊。以后的事儿嘛，就水到渠成。周全，谢谢你，你就是我的支柱。没啦，啊，就一句谢谢就完啦。哎，家财万贯啊，就没有点大礼送给我？哎，程丽，我听说你妈妈的公司最近在跟林氏打官司，遇到点问题哈，说是要更换律师团队，换我去啊。周全，别什么事都扯上工作。那不是想看看你们感谢我的诚意吗？怎么没有诚意了？那你看这一桌菜啊，都是他做的，够诚意了吧？这不是外卖啊？不是什么5星大饭店定制的？不是，真的都是程丽亲自做的。哟，捡到宝了呀！哎，程总，你还缺后宫吗？我可以加入。跟周全说话啊，得懂得接梗，他就这张嘴。吓死我了！后宫我就不需要了，不然皇后娘娘要吃醋了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更有诚意的感谢。啊？跟会议网说好了，工作局不可以带别人的。说好了你就放心吧，我就跟他说，介绍一个客户。矜持一点，干什么？好，我是周全啊，矜持一点，矜持一点。哎，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啊？我怎么知道他真的会带人来啊？怎么，你们不欢迎我吗？哪里，欢迎。我说了这是工作局，但是他心情不太好，想出来走走，说到时候自己来的，不打扰我们。我一看是你们，我就开心了，都是朋友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啊，对吧，伊娃？对。一起玩，一起玩。伊娃，我这个动作是不是不太标准啊？应该怎么挥杆啊？来，我教你。啊，把你手先夹紧，然后腿再打开一点。对，没错。这样。往下这样。我真想一竿子把他打走。哎呀，你消消气。这个莫云云不是快离婚了吗？心情不好，你呀别跟他计较。他看起来像心情不好吗？他战斗力都爆表了。看我的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喂，来，你干嘛？哎，莫云云，跟我去个洗手间啊！哎，没事，走，放下，走。那给这个 ABC 汉方洁面卫生巾，5大汉方植物精粹，听说对生理期养护很好哦。太谢谢你了。你们这招也太损了吧！
喂，你快来一下，慧望受伤了。啊？走。这才10分钟不到，楚全，你干嘛了？这么想方设法跟我独处，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说吧，我听着呢。表白的话要好好说。谁说我要跟你表白啊？而且就算是表白的话，不也应该是你们这些男人说吗？为什么这些话要让我说呢？周全，你就稍微服个软会怎么样？你看看人家莫云云，我知道你很烦她，但她真的知道怎么当个女人啊！明明自己会打高尔夫，就说哦我不会，要我教她，这会让男人很有成就感的。原来你需要成就感啊！啊，你内心都已经空虚到需要一个女人给你成就感啊！哦，那对不起，我不是那样的女人。哼，我就算不会打球呢，我也要自己持杆的。我从来就不是靠别人的那种人。我看这一般人都 hold 不住周大律师。计划失败。谢谢。我觉得这一切好不真实哦。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我是真实的，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实的。现在想想撞车，感觉是上辈子的事情。人呢，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真希望自己不要再沉迷于感情，失去自我。其实你在我这里可以做一个大女人的，而且你本来不就是我姐姐吗？其实我在感情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，我很自卑，你信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看你又好看，又聪明，又善良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去世了，我妈一个人拉扯我。我小时候很瘦，因为没有父亲，所以经常被人家欺负。我妈就努力挣钱，给我更好的生活。她总是在事业和我之间选择放弃我。我又心疼她，我也很恨她。后来一次意外，我生病了，甚至让我一个人去英国读书。说是去治疗，其实就是让我避开我的过去。可是我是应激障碍症，
我不了解自己的过去，怎么可能痊愈呢？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有喜欢的女孩，但是我每次发病的时候，人家都很害怕，然后为了不伤害我，就慢慢的疏远我。那金慧呢？金慧她是家人，正是因为她看到我很多不好的过去，所以我才更没有自信去保护她。所以令寻寻，不是你配不上我，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我以前从来都不相信，爱一个人真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尘埃。但是我们相处时间太久了，你很依赖我，你真的分得清楚依赖和爱情吗？不要再怀疑了，不要再患得患失，我很确定。太逗了。我心情不好，我来找寻寻。朱全离家出走还会带只熊啊？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抱着熊的。这也太颠覆我对他的认知了吧？他是金刚芭比吗？你们俩不要嘀嘀咕咕，我能听见。反正我不管，我赖上你们了，你们必须得救我。那今天晚上你就在这乖乖睡一觉，好吗？那我明天起来呢？起床之后你就直接杀去会议网家，在他家住着，跟那个什么公平竞争。你别乱出主意。我觉得程立在感情上比你聪明啊，我得听他的。周全，你怎么了？最近找我都不先打电话的。我头还在疼哎。江湖救急，你还记得原来我帮的那个助理吗？记得呀。怎么了？他病情变严重了？那倒不是，这之前他手术的时候，我不是帮他筹钱来着吗？他妈妈呢就特别感谢我，就每天什么活鸡、活鸭、活甲鱼的就往我们家门口放，他天天都堵在我们家门口要给我做饭。给你做饭？啊。哎呦，那挺好的。我看他是想让你当他们家儿媳妇了。其实你都好，就是年纪大了点。你是不是想死啊？那我就想着我出来躲2天吧，我去哪儿也不方便，我就想请问你能不能让我去你们家躲2天？你不能住酒店吗？怎么了？你是怕我吃了你啊？不是，是，莫云还住在我家里。还住你家？这么长时间了？你们俩是同居了吗？不是，他现在有困难，我必须得帮助他。你看啊，大家呢都有困难，是不是？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。我觉得如果他能住呢，那我也能住啊。反正你们家又不是只有2间房，你说呢？来，你房间。我，哎，他怎么从你房间出来啊？哦，她一个女生嘛，所以住在有淋浴设备、有卫生间的那个主卧比较方便。我不是女人，啊，我就要住这种小破房间。你这不是来得太突然吗？提前来不及准备。
要不你就睡我次卧吧，我睡这间，反正我们都得共用洗漱间。欢迎新室友。嗯。哎，怎么样，住进去了吗？住倒是住进来了，哎，但是你看啊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房间啊，这么小。你说我不是住进来找刺激吗？还有我跟你说那个莫圆圆，搞得特别矜持，生怕会议网占他一点便宜，现在显得我特别像是送上门的外卖。哎，你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会让周全显得特别上赶着。两个人在一起最容易产生感情了。你看你是怎么搞定我的？什么我搞定你啊？不都是你主动吗？你们俩快打住吧！说是给我出点子，现在搞得我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这什么恋爱智商啊？这是。听我的，现在那个莫云云住进了会议网家，我觉得首先你得跟她在同一起跑线，你得先住进去，然后再想办法把她给整走，这个叫做确战纠巢。什么缺不缺？你中文是不是没学好啊？破逼！我现在发现了，我最大的失误呢，就是找2个猪队友。啊，就你们这点情商智商，还给我出点子呢。我承认是我判断失误，是我的错，好吗？你们去甜美吧，谢谢。周全，我打算带云云出去吃饭，你去吗？不去。对，别去，眼不见为净。去啊，干嘛不去？输人不输阵。输什么输？有你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们俩别吵啦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的营销策划方案。林寻寻做的不错。那咱们今天就正式决定，玉美玲彩妆线发布开始半年倒计时，就用令寻寻的方案，主打妈妈的味道。谢谢你支持我。应该是我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谢我骗了你，谢我不会做饭，谢我死拧的性格吗？谢谢你让我对过去的事情释怀，从你身上看到很多女人的闪光点。女人本柔弱，为母则强，所以我现在已经能感受到妈妈的味道了。我现在能理解一点，我妈为什么要卖掉玉美玲。难道是因为里面承载了很多不好的过去吗？不，恰恰相反。你妈妈挺不容易的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还能撑起整个公司，整个人生。虽然我挺害怕她的，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她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她。我对她很好啊，但是每一对母子都有不同的方式嘛。温柔体谅是一种，互相激发战斗力又是一种。我们属于后者，我能让她80岁还充满活力。妈妈的味道。这次还阻止他们吗？令寻寻的主意。是的，是他的提案。
聪明的姑娘，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困境，还貌似帮我们母子和解。那预算拨款给他们吧。好。谢啦。来，帮我寄到加利福尼亚去，地址你知道的。知道啦，知道啦。啊。嚯，你这往国外寄口罩，创意够赞。这是普通的口罩吗？这是我亲手绘制的爱心口罩，仅此一件，限量款。你对她可真好，这个女儿好幸福呀。是个小姑娘，跟你想的可不一样。几个意思啊？家里有人呢，不知道吗？行，我给你们腾地方啊。程丽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才11点就困成这样啊？你行不行啊？我行不行，璇璇知道了就行。你说什么？挺好一孩子嘛，不是？怎么现在到处开车啊？什么孩子呢？我就不该叫你们俩出来啊！我在家呀受那么多气，我跑到这儿来吃狗粮，我真是闲的。周全，我觉得感情上的事儿你真的得好好想想了。你看你跟慧王两个人就像是武林高手过招一样，彼此明明很喜欢对方，就是不愿意放下那个不安全感，好像谁主动就输了一样。对啊，就是啊，你看我一直主动，诚意待人，这不逼得令璇璇跟我表白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，令璇璇？为什么这件事我不知道啊？不是我。有点丢人，我还是别说了吧，也没什么好炫耀的。再说了，在感情上我也不是一个好榜样。哎，我采访你一下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跟我表白的？就是跟你父亲扫墓的那天啊。原来你父亲是在你受伤的时候出事儿的，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肯定很难过，就特别想替他好好照顾你。哎。你这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是圣母心态，你这就比那绿茶好那么一点点儿。你就别损我了，不是我就觉得这个人说没就没了，留下了一堆问题，让身边所有人都改变命运。可是我不想这样，我就希望可以好好的活每一天，然后好好的对待我爱的人。哼，好了，从现在开始绝交1个星期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看不了你们这种男女在我面前秀恩爱，然后还给我喂狗粮。来，让开，周全，让开，真受够！哎呀，幸好有周全，不然我最难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。我希望他跟惠以往赶紧修成正果。我真的无法再直视他抱着熊来咱们家的样子了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哎。璇璇，周全抱着熊蛮王的样子。太违和了，是有点。圆圆在吗？借个卫生巾啊！圆圆，周全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我看到他身上全是伤。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
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里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可爱啊！你喜欢啊？啊？哦，都买了。谢谢啊，不客气，谢谢。啊，这个也好看啊。你要这个是吗？看看这个。谢谢。你也买了？谢谢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哦。你随便看看哈。把这个飞机买给嘟嘟吧。好啊，哎，嘟嘟肯定会喜欢。谢谢。程总，你们两个原来是情侣关系啊？是的，她是我女朋友。程总，谢谢你之前给我一个工作机会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可能早就离开这里了，回老家结婚生孩子去了。谢谢你自己的才华吧。这个城市有才华的人很多，但想要获得机会，先要想办法活下去。对了，之前那些画架还好用吗？我们顶楼的画架是尹小姐做的。对，之前程总来这里买画架，说是要送给朋友，我们就是在那天认识的。为了筹够路费，我把所有的画都拿出来卖了，但是到了12点都没卖出去多少，我就在路边嚎啕大哭。正巧遇到程总，他看了我的画，决定给我一个机会。谢谢。周全，你不用看我笑话，我现在过得很不好，我现在正在起诉离婚呢。那男人他伤害了你，但女人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如果受到了伤害，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。谢谢你的假惺惺。我没有假惺惺，我就是想借个卫生巾。好，我给你拿去。原来这些都是你精心设计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喜欢我了。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确定，但就情不自禁的想对你好。我还记得那次我问你，为什么不用我设计的做包装？你说，因为公平。不怪我了。我现在理解你说的公平了。就是为了给每个即将熄灭的梦想一点光。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夜市，每个人在那里热气腾腾地活着，有中央美院的毕业生，也有来自不同民族的手工艺者，他们的文化、学历、民族都不同，可都做着自己觉得最美的作品。所以追求美是没有门槛的。其实我们彩妆跟他们是一样的。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美丽一点点。我和我妈的区别就是，我们都在做生意，可我希望自己首先做一个有感情的人，然后再去做有温度的生意。